感谢大家平安。咱这个时间已经到，请咱批判心来动心来金早起第一场的聚会，咱大声请走到。恁义人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正直的人的懊恼是合宜。恁就弹琴感谢耶和华，用10条弦的琴学落伊，就对伊唱新的歌，弹到真好，声音响亮。咱三个来吟圣诗，新圣诗84首，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学落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惊喜。天顶至大人君，和平我的主。这时坐伫座位，降临极威仪。大家大欢喜，学落来吟诗，顺城的正女子，主的正惊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依然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
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领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通过我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个时，请咱来做伙来交读启文。圣诗后面启文第29篇。启文29篇，诗篇119篇。现着我来起。你来引，中央咱有坐声的所在，请咱做伙一声。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看上主的教示，专心求垂。做声，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要遵行上主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寻求你，求你予我无偏离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予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照你的应允，予我恢复元气。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使阮教示我你的律法，求你予我袂意爱虚假。照你的话使我活命。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据你的应允，我得到活命。我受感觉，对我有利益。予我通学习你的规律。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早就伫苦难中灭亡。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规日哪念哪想，你的话是我骹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连憨直的人嘛会了解。你的公义线到永远，你的律法真实。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清早，阮困醒的时，阮有一个意念，就是阮要分享圣殿，阮要来伫圣殿的当中来敬拜阿罗你。因为阮尊崇你，阮意爱你，乃是你是阮的救主，你是阮的帮赞，你是阮的困难。主啊，阮何等大的福气！会当伫世界这么啊侪人口的当中，阮会当受敬真侪主你的儿女。主啊，通讲伫这个世界当中，阮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因为你早早就将你灭世的话、圣经的话安尼教示阮讲。主啊，你的话是阮骹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一个开底下，就会互憨人同在。主啊，你的话是真实。主啊，对永远到永远，你的话无改变，你的听谈无改变，你的信息无改变。主啊，阮会当真侪主你的儿女，阮会当好胆来到你的群前来对你讨。主，阮心中有忧闷，阮心中有艰难，阮甚至阮有困苦，甚至阮的肉体有病痛。主啊，无论伫是虾米境遇的当中，主，阮的心爱感谢你，主，阮的灵要学了你，主啊，阮的嘴要充满学了敬拜伫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因为无一项事会当来到，互阮阻挡阮来到伫你殿院的这个敬拜。主啊，阮掠你的圣殿最好，阮掠你的敬拜最宝贵，因为阮每一个当信的兄弟姊妹，拢是你目睭中的宝贝，拢是你目睭中所看做意爱的。主，当恳求爸上帝，你来帮助阮，也互阮逐摆敬拜的时，阮的心灵来得到透放，互阮的意识会当常常来孝念主。你对阮的恩典，你所施落的恩典，你对阮的疼痛，主要是何等的长阔关心。主，当阮已经坐伫这个座位当中，阮伫这个座位，当阮领受着今仔日要
互阮的信息的时阵，互阮入来去出去的时，阮就是重新得到快乐。阮毋若要得到这个快乐，阮要搁行伫这个世间的当中，来报传主你美好的这个旨意，也互听甲信的人日日加添到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阮感谢你。当这个时，阮将这个时间，阮将阮的灵，阮交托，阮圣神运行伫阮的这个会堂的当中，也互阮所有的这个敬拜，通透到你的宝座前，得到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然后这个用真紧的时间来报告咱今日这个消息咱教会咱已经。进入这个电子化的时代所以咱即摆周末嘛印真少真侪消息呢拢伫迄个这个拢伫有迄个电子档会当来迄落所以恳求非常的你的这个帮赞好所以这个时呢，我先来报告我来报告今仔日的这个消息今仔日呢。是这个国际读经会的这个主席，那么家己有派这个王某彩这个国际理事呢，真来这个本会讲道甲请安我知影咱王国际理事长呢，伊对这个读经会的这个推广通讲真尽心尽意所以请咱兄弟会当关心大道甲踊跃来奉献。第二项咱高雄中会第94届第2次的议会已经伫7月初9日完中，教会已经调去完备。那么咱的教会呢，得到2023年教会成长达成目标的优质奖感谢主，咱将一切这个荣耀归乎主这是中会60几间教会内底，咱的教会这个成长率呢是排中会内底第一名歹势用名用优质表示讲咱呢大家呢拢真热心也传主的这个福音。咱将一切荣耀归乎咱的主，好唔好？兄弟姊妹，这是咱的荣耀，哈利路亚，感谢主。后礼拜主日是大中会这个大专主日中心呢有派主任这个王品成牧师呢，前来本会讲道甲请安所以敬请咱这个兄弟准备心奉献甲代祷。第四项，咱已经报告过来礼拜就是请咱兄弟姊妹，咱骑奥多麦到主堂来聚会的时阵呢，你咧听奥多麦的时迄个奥多麦有2个堵，一个是号做边仔堵，一个号做是中堵迄个中堵毋免堵安怎讲呢？因为中堵你甲用了，你车扭起来咱的地板会磨伤，迄个地板是咱幼儿园呢小朋友伫遐所在佚佗，即使呢迄个若是有空囡仔若滑倒就真容易挫伤，所以呢莫拄中拄拄迄个边仔拄拄边仔拄佫有一个优点，就是讲假使咱的即个看过车的当中。伊若要刷嘛较方便其实你即个龙头就是头前迄个锁，咱莫锁互咱的即个管理车辆的即个当工来会当方便。佮再来，咱若是有开车的兄弟咱油厂国小的即个停车场会当停将近200台车，但是咱每一个出去大概只有停20台车所以呢咱会当多多利用。即使你若是人在来，你行动无方便我相信开车的人行动是方便的，但是坐车的人行动无一定方便。所以呢咱若是行动无方便咱的兄弟姊妹，你厝里的人，你会当甲伊载到咱教会门口落车了后你较迄落开去油厂国小来停这是教会一直咧甲咱呼吁，请咱所有当时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共同来配合佮再来第5项8月初3下晡2点呢，伫油厂敬拜中心咱的敬拜中心，咱有一个沖縄这个冲绳白之家白之家教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诗歌见证会，顶礼拜咱有放一个影片所以迄个是真正伫遐做这个儿童事工真有高效的一个见证会而且嘛有要诗歌的这个演唱所以兄弟姊妹8月初3
月初3下拜六下晡的2点，伫咱的敬拜中心，咱有要举办这个诗歌的这个见证会。那欢迎咱所有的兄弟邀请亲友无队友做伙来踊跃参加。伫具体消息就是宜东牧区23到26这个有这个暑期的这个宴会吼，请咱有孙仔较紧来报名吼，应该毋来报名一姊妹，但是就报有报兄弟姊妹，咱若是有孙仔吼，暑假当初安尼淡仔无聊，逐工拍电动，无就看电视吼，无就看手机吼，咱甲伊报名来参加这个儿童宴会。搁来第二项敬拜团的消息吼，咱请敬拜团的这个同工，咱家己来看就可以。学生牧区的消息，咱来请学生牧区家己来看就可以。妇女第4项就是妇女圣歌队呢，定伫11月16到20号要举办温带的哥斯达游轮啦，这是一只大驾船咯。这个游轮这个游轮的这个佚佗目前伫台湾这个旅游呢是真夯的一个物件。过去咱出国拢爱坐飞机但是呢，驶车咱也袂够因为台湾一个岛连离岛都袂够所以呢，咱一定毋是坐飞机。搁来搁一个选择就是坐船这个坐船呢真趣味啦真趣味就是讲。会当去日本的这个沖縄去几个小岛迄大只船仔顶啦、食啦全部拢伫这个船顶这个有一个费用恁若是一个人家己要住，你会顾惊吵别人所以呢，你就爱买迄个单人房一个人的房间37900，若2个人做伙住，搁较俗剩22900，若3个人做伙住。搁愈俗剩17000几块若4个人住15000搁走100块所以请咱妇女圣歌队每一个人而且这个价钱这个价钱咱的妇女圣歌队队员呢，一个人搁补助200块这个2000块，安尼表示恁有注意听。我知影200伤少，所以补助2000来补助2000块你兄弟姊妹甲咱推荐的所以请妇女圣歌队的队长2000块补助若是家属迄是圣歌队员咱若家属要参加，爱交专业爱交专业，你若规家伙带来要互妇女圣歌队补助就是妇女圣歌队员补助2000，其他家属要参加请咱交专费啦听伫7月28号进前，这个妇女圣歌队队长郑美仪这个队长咱的技术来报名参加。教界消息我报告第一项报告第一项就是高雄爱修会这个消息呢，咱已经报告大概1个月这个时间但是咱教会这个报名是无人报名过去呢，咱的教会是高雄爱修会的这个固定的这个参加的这个人员。那么什么合作爱修会？真侪人甲爱修会甲爱修园呢人做伙讲，爱修会呢真简单，就是讲咱对伫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时咱的生活已经感觉咱的压力真重有时感觉讲我的灵命除了伫主日礼拜以外，我其他拢无啥物聚会，所以呢我只有做主日的这个信徒伫普通时我无法度甲心静落来会当有亲近上帝的机会。那么爱修会是一种真好的这个聚会，爱修会的聚会伊要讲的就是一种性家族，就是咱若报名参加，你也毋免烦恼食，你嘛毋免烦恼困，搁2个人互你困一间然后伫一暝关2天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一暝2日过程的当中，你享受伫上帝的话充满，因为这内底的听书内面有圣经的这个话你逐工都是读遐个话，而且佫有圣家族，你圣家族呢，一个家族呢大概7个至8个伫圣家族的内底有分大兄、二兄、大姐、二姐咱伫迄个当中甲身份摕掉，你牧师参加。你的年纪比我较大，我嘛叫你弟弟；你年纪比我较大，我嘛叫你哥哥。就是伫对兄弟，敢若亲像一个家庭内底的这个兄弟姊妹共一样。伫迄个2天的时间，大家拢有真亲密，甚至将咱心中咱的苦痛，将咱心中欢喜的事，咱会当甲咱的家园来分享。所以2天落来，所有的参加者，毋但心灵得到透放，佮而且会当带着得胜的这个快乐，
转去到咱即个家己的即个家庭的即个当中来定心伫咱。迄个聚会，毋是叫咱坐伫迄个所在听2天的即个讲道吼。一讲的讲道袂超过40分，一场的聚会袂超过1点钟。即个当中也会当困中昼，也有困中昼吼。佫食道哦吼，食道我毋敢甲你讲食真好，毋过是大家会当做伙用餐，做伙食饭。通讲是一种真轻松的即个投入，你只要人到，所有的引带的人呢，拢会对头到尾，甲你带到尾。伫迄个聚会当中，你只要甲你的身份摕掉，顺来去到迄个当中，你甲你的重担，甲主讲，透过目房的祈祷，目房的祈祷法语叫做密室的祷告啦，吼，就是讲有2间的即个祈祷室，伫即个爱修会内底，即2间的即个祈祷室，一间是有声的，一间是无声。什么叫做有声？有的人祈祷爱出声吼，爱出声，你着去有声，3个5个伫遐祈祷，看送较大声吼。一种叫做静默的即个祈祷，即个静默的祈祷就是你静静，甚至你祈祷了，你会当甲你的重担写伫迄个祈祷簿。后面的人要来，迄每1点钟拢有轮班，一个人拢爱伫目房祈祷1点钟吼。你真正你若去听迄个目房的即个祈祷吼，你去祈祷的时阵呢，你的重担你会当写伫迄个祈祷簿，后面的人会当对即个祈祷簿看到你的大多数项。你要记名也好，你无记名嘛不要紧。伫迄场的聚会内底拢是秘密的，袂讲吼我毋知迄个某物人安怎卖吼。所有即有一个规定，就是呢，伫家庭、伫圣家族内底，你所分享出来的即个物件，都是袂当甲任何人讲，只会当甲上帝讲，只会当甲上帝讲吼。今年即个主题呢，佫有加一个，就是吼迄天阮开会时阵有加一个叫做内在生命议题，这是请咱家里的即个祈祷院对这方面真有侍奉的即个曾德章牧师甲牧师娘吼，因2位要来带即个内在议题吼，咱真侪人的苦情拢对咱，拢伫咱的心底，咱一直毋敢讲，惊讲出来呢歹势吼其实。有时呢，咱有讲出来，咱就会当有透望。基督徒上介大的一个特质，就是当咱讲出来时，大家替咱祈祷，你才会当得到真正的透望。即使有你若郁卒在心内，迄个心理病、精神病真容易会发生。所以，做主的囝儿、做主的儿女，咱真正有时我相信。咱拢有即款的即个苦情伫，但是咱要甲送讲，别人无当讲，但是咱有一个观念，咱拢是主的囝儿，阿妹，咱会当甲上帝讲所以即个聚会呢我其实今仔日是要来加强报告即项事啦报告到今仔日来截止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你若是有意爱即个聚会礼拜煞报名。2500块包食包大，2个人搁带1间所以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报名爱修会。其他教界消息呢，我就请咱牧师来报告。大平安。咱看教界第2条，第1届军容再临台湾国际演习会伫8月初5到初8，伫台中东海林场场举办，主题是末世教会甲以色列。费用是2800块，这2800块无限大甲咱头顶咧讲的无共款，这是2800块无限大，甲参加的费用尔有意向参加的请咱办公室来报名，是咱扫迄个周报顶悬的 QR code。这军容再临的国际演习会的讲员其中一个就是咱主任牧师陈牧师啦望咱兄弟较济参与伫即个。信仰的造就第3项就是福鲁事工部高雄小区伫8月30日上午举办小区的年会，甲新巨林区长的交接费用100块福鲁信歌队专业补助，地点伫咱隔壁南马溪教会咱请你8月初4郑美仪队长来报名。以上。好，咱来看今日即个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15节。
天摩台护书是由圣经天摩台护书3章15节，咱今仔日要读的这个圣经只有1章吼，所以3章15节吼，这个天摩台护书3章15节咱就读这节吼，请咱大家同心开声来共读，请。也知恁对细汉已经捌遐个圣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来得到救的。我搁读一遍。也知恁对细汉已经捌遐个圣册，就是为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耶稣来得到救的。这时咱要来学乐，要来请咱上联圣乐队带咱来学乐。这时讲道要来请咱这个国际读经会这个国际理事无彩理事来分享我想讲员的介绍甲讲题请咱阿牧师来介绍。真欢喜，咱今日早起会当邀请国际读经会的国际理事王无彩理事伫咱中间来分享上帝信息。我相信咱若有咧早祷，也是小组的中间。咱拢会用读册个研究释义来做咱的教材。那这本的教材研究释义对小组来讲，对咱的兄弟信仰的造就来讲，拢是真有帮助。
感谢主，咱今日早起会当邀请国际读经会国际理事王某赛理事会来就咱分享上帝话，咱来拍拍欢迎咱的王理事。牧师长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王某菜，我有一个足特别的名。这个名吼，我妈妈给的，真特别自从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的生命就变到足精彩的吼。一点拢袂讲无彩感谢主足欢喜今仔日和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特别是来到高雄的男子是安怎呢？因为我的先生外先生自细汉伫炼油厂长大的因兜就住伫油厂教会后边我们两个是在美国认识结婚的。然后1996年，上帝把我们差派回来台湾，为什么呢？就是爱传福音给伊的爸爸妈妈甲伊的兄弟姊妹，感谢主今仔日咧我要甲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生活化的读经祷告，生活化的读经甲祈祷。这个题目若是无头前。这3个字，足侪人准备来度孤毋过我希望大家今仔日会当思想安怎来锻炼我们读经与祷告这2个翅膀首先呢，我要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是南港浸信会我住伫台北高铁站的旗站那个我都走路就去搭高铁了。我是教会的董事，也是国际读经会的国际理事英国伦敦总会的国际理事会。那也是台湾读经会的理事和前任执行长。我在您常常伫每日研经事宜上面看到我的相片谢谢大家的鼓励呢我伫8年的中风滴卡我尽了最大的能力来推动读圣经运动感谢神，真的也祝福了我们的圣工。现在呢，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都在用我们的书一起来读圣经，加上一起，你们有没有使用那个 YouTube 看庄玉明牧师还有吴荣初牧师他们的分享所以已经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用这本书感谢神另外我也是下中间牧师那个福音协进会的理事我也教圣经由衷昨天下午还有今天下午，我们会在教会里继续在圣经里面旅游。我拢甲大家讲，这不是来上课呢，咱是参加旅行团去圣经内面佚佗，为几落千年以前开始佚佗好不好玩昨天有参加长午来的人，请你举手看，都在第2堂了，真好佚佗希望下一次大家一起来好，我跟大家看一下几张相片。这张是国际读经会国际理事我和国际理事的理事会的理事长合照。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看看这张相片里面找找看我们的国旗有没有看到？所以看嘛，哇，足厉害啊，嘛足好这是你看这是我们在几年前150年庆祝150年的时候那我一进会场的就吓一跳，我的国旗怎么挂在大会会场的正中间，而且大会会旗的正右边呢？那是上介重要的位，对不？我都问同工，请问问这个英国人请问你那阮国家的国旗挂伫遐？伊讲很慎重，我来甲问大家问一圈
I'm sorry, nobody knows why 。无人知是安怎，我就足感动，这一定是虾米人的意思啊？上帝啊！我讲you don't know how much does that mean to our country 哈？伊拢唔知这对咱国家的意义足重要的啊哈！兄弟姊妹，这个国际读经会就是有158年的历史，哈，158档啊，还有全世界120多个会员国。我们的精神就是强健的国家来帮助弱小的国家，特别是那个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我们就更加的支持他们，全力的支持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为这张相片，我就知上帝就爱台湾的，阿们啊！好，所以上帝够算我哈。虽然我8年的服事结束之后，让我进入国际理事会，是安怎呢？他们 interview 我的时候interview 几落摆呢都问我讲第一，你敢知这是无薪水的哦？是当志工，我说好，我愿意。还有咧，讲你敢知全世界100外个会员国，敢若中国是无的，无会员国，因为没有信仰的自由。你就爱去努力传福音到中国人中间呢。你看，咱国际读经会很爱中国人，咱华人要传福音给华人。我就甲伊讲，无问题。即马伫中国，若是要去传福音，足麻烦、足严的，我无法度。也毋过，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全世界即马拢是中国人啊，拢是华人伫全世界拢有。我去，无论我走去倒一个，我都传福音给伊，好无？感谢主所以我拄仔为美国转来我去旧金山还有纽约波士顿和费城拄仔转来举办了4场圣经有宗讲座。感谢主在那每一个国家都有华人，而且很多我甲恁讲是偷渡客逃离开这个中国之后，去到其他的国家，就有信仰自由了会当信耶稣感谢主所以伫教堂内面80%以上拢是华人，为迄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来的。我们就传福音，把圣经真理讲给他们我家己就感动，我家己嘛就兴奋感谢主。所以这甲大家讲，这个是国际读经会的历史，158岁，120多个会员国。你看这美国女王来参加我们庆祝150年的聚会，她不是来蜻蜓点水呢，伊是从头做到尾呢。所以我们的事工是在全世界被肯定的，而且各国的人在一起咱若是祈祷的时阵拢用家己的国家的话。毋过上尾大家斗阵讲一声啥物？阿们对，拢亲像一家人一样我们的意向就是传福音，服侍教会，将上帝的话传给下一代世世代代。去年我接棒国际理事之后，我就把所有的理事邀请到台湾来了。我拢甲大家讲，以前是8国联军来欺负华人今嘛是8国联军来打击魔鬼，传扬福音。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些来到我们台北的总会办公室然后我带他们一起去爱宴，在哪里？这是圆山饭店你看，徛伫我架手边，这个是英国的理事他以前他是英国查理士王子的慈善事业的主持人10年之久内面还有这个瑞士的核子专家还是瑞典的神学院教授，或者是非洲尚比亚中央银行的财务长，拢伫遐安尼我的压力就大对无袂，我甲恁讲，因很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一见面就像一家人 ，very friendly 就大家感情就好诶。于是就开始开会了在我们的台北开了第一次我参加的会议。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这个
荣耀的机会，可以参与在这个圣工，请恁后摆吼，若是读到这看到相片的时阵吼，摕到这每日眼镜事宜的时候，就为我祷告，好不好？哦，感谢希望我也成为台湾之光，好不好？感谢主哈。今仔日我们要来锻炼我们2只翅膀两支石啦，是安怎讲？有人讲读经甲祈祷亲像基督徒的两支石啦。你看伫这世界上帝所创造的动物中央毋是所有石仔的动物会当飞起来呢亲像啥物鸡也是鸭上尾都互咱食去是无？足可怜的嘛足好食的咱的两只石仔若是无咧无 muscle 没有这个肌肉飞袂起来撒旦无几就伫遐等要来食咱所以这2只石仔足重要。今仔日咱来锻炼第一支就是读经咱来读3段经文第1段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好吗？来，你们要查考并诵读耶和华的书，你们要查考并诵读耶和华的书。有足侪基督徒讲哇逐礼拜拢嘛有来教会呢我有唱诗歌，我有嘛有奉献，我嘛有参加小组我嘛有报名到顶出去受训刚才那个施礼先生实在是这兄弟，我听过最精彩的报告，我听完我也想报名呢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有没有资格一起跟你们一起去。安尼我是毋是拢应该做的拢做毋过圣经明明甲咱讲，恁都爱查考诵读耶和华的书，爱读圣经呢，爱读圣经的有一个牧师咱拢知牧师是足无用的，特别是这个牧师叫做华里克牧师他在世界各地建立这个教堂，他还写一本书叫《直奔标杆》The Purpose Driven 这个 book 呢，它的行销量仅次于圣经这么多出版他就有一天说，跟他的全家说：“嘿，今仔日咱全家拢唔通工作，拢出去佚佗大家足欢喜，就换迄游水的衫去引到附近的小河流里面，扑通扑通跳进去算甲足欢喜的时阵，突然间，伊的查某囝就大声喊讲伊讲是安怎？讲你看遐有一个告示牌，讲 Do not enter， 禁止进入，唔通入去第2句搁较可怕，讲 contaminated water， 污染水域啦大家惊到水造出来对吧好像那个什么活跳虾一样这个牧师就讲一个无读圣经的人，就亲像咱这个经验有啥物好算的就先玩再说，后悔来不及看到哪里排队排上多人，我嘛要去大家都一窝蜂。现在投资这个最好玩获利最大，通通都去，结果呢后悔莫及。我若是问恁，啥物人捌借钱互别人，结果摕袂转来的有无？敢有人替人作保，结果惹来一身麻烦了，很痛苦，睡不着觉，有无？嘛有，恁敢知？这伫圣经拢有教咱对无你若是借钱互人，你都爱有心理准备摕袂转来，你嘛会当照常吃喝睡觉生活，你再借唔通伤心啦那你如果替人作保，你等于你跟他怎样？哇，这一辈子要一起决定生死存亡呢圣经都有教我们的，可是我们不懂得善用。
圣经也教我们，你若是安尼生活，你会得到福气呢。啊，你若唔安尼生活，也会受咒诅，有很多灾难。圣经好像上帝给我们的人类使用说明书、保养手册，可是我们都把它淡底下没被读，就可惜，都去道听途说，只有最后才知道是假消息、诈骗，后悔莫及。上帝就是爱，伊的话拢写伫遮，要保护咱的，要帮助咱的，要祝福咱的，爱读，咱都爱读，吼。啊，第二段咱来读，来，凡有血肉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即卖的人哦，逐工拢足无用的，啊，毋过我都爱提醒大家吼，伫咱足无用的生活中哦，敢若两项投资哦，是会当摕入去永远的活命，敢若两项尔哦。恁敢知是倒两项咧？第一项答案就伫遮，这个红字讲：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上帝的话啊，这圣经内面上帝讲的话，是一定都会实现，都要成真的。所有的预言70%、80%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按照神的话，会看见他说的都会实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啊，第二项是啥物？可以带到永恒的投资，就是圣经甲咱讲，将来耶稣基督还阁要来，创啥物？好，不是开 party 哦，我们会有很喜乐的在一起。预备来审判、审判，而且不再是像挪亚方舟，只是活人接受审判，死人都要起来。迄个时阵啊，都是决定时刻。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就与天父永远同在，进入永生。那些拒绝他、不听他的，就进入永远的死亡。所以第二项永远的投资就是传福音，读圣经、传福音，这两项是上重要的，会当摕你去永恒永远的活命的投资。所以咱都爱安静下来想一想，你即马足无用的代志，足无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和这两样事情连结在一起？那就会决定你的忙碌是不是值得有意义。好，咱来看，遮有两张相片吼，伫左边这里有两个囡仔吼，我若是甲恁讲内面放的物吼，完全像同款。很难相信，对不？安尼是啥物原因？差别这么多，这么大？你刚才有人讲出来啊！哈，智慧人发现放的次序啊，顺序。好，我们先看到左边那个，他先放什么？碎沙子。了后咧，碎下的小小的石头，搁有重的上尾迄上重要的大的。无法度放入去啊，就可惜哎。所以你知道另外一个瓶子先放什么？大的，再放中的小的，最后把沙子撒一撒，摇一摇，全部拢入去啊。圣经甲人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你每天一开始是先放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世界的伟人，我们去研究他们，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习惯。好比说什么，这些伟人、科学家、宗教家，甚至于成功的企业家，美国最有名的洛克菲勒，伊嘛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的，伊个写册教导他的儿子，所以人讲富不过3代，对不？无，因当第5代、第6代、第7代，拢嘛是富人，因为有迄个最宝贵的大石头先放进去，就是
从上帝来的话语。所以，兄弟姊妹，我们每天有没有也先来把读经甲祈祷先放来咱的心内？迄阵吼，上帝的话就变做咱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无？啊，你做决定啊，啊是你甲人应对进退啊，你会发现哦，那也就顺利的吼啊，就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啊，最后全部都有了啊，一样也不缺。啊，右边这张相片就是我去这个教会哈啊，讲到了后啊，这啊姐妹都跟我讲啊。执行长，我跟你讲，我是恁哈每日研经事业忠实读者，我有参加5年函授课程哦，哈5年的哈毋过哦，读伫中远的时阵哦，我发现哦，医生甲我讲，我得着足严重的病啦，迄就亲像世界末日啊，我都足惊吓，毋知要安怎，毋过好佳在吼。对着这本册吼，我就逐工继续读圣经啊，结果足奇妙的，迄天的圣经的话就安慰我的心嘞。啊，第二天就甲我坚定我的信心嘞吼。啊，第3天又给我毅力吼。你看即马吼，我已经全部5年读完了，而且我的病拢好啊。我即马伫病院当志工嘞，啊，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你看，读圣经，哇，换来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无？吼，所以我嘛鼓励大家，你敢知你5年了后是啥物款的人？你今仔日就爱决定。你若是啥物志向都不利的话，5年了后你可能和今天也差不多，还有可能只是什么？搁较老，搁较戆，对无？所以呢，立志2件事。Bill Wilson 牧师鼓励我们，你要做2件事，你5年以后会不一样。5年了哈，会无同。哪2件立志？一个就是交朋友，还有一个要读书。啊，上赞的册就是啥物啊？圣经啊。所以读圣经甲交朋友，即摆我搁介绍你一个上好的朋友，就是每日研经事义，可以做你的灵友。好不好？你若是跟着他5年，就再精读一遍圣经，更明白神的话语，天天都在成长，天天都被神的话坚固信心向前走，就会如鹰展翅，更较笑脸。好，来第3段，我们来读。来，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哇，恁敢希望有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嘞？吼，一定吼，我们都很想，对吧？哈啊，我们都知道，借着耶稣基督啊，他会给我们啊所预备的救恩啊，我们得到这个智慧，得到这个救恩，将来与神永远的和好。可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今生要存活也越来越难哦，竞争很大，骗子很多哦，一不小心就落入陷阱里啊，会死得很惨呢，对吧？哈，你看那么多年轻人被骗到哪里？柬埔寨，就消失，我们真替他难过，对吧？所以智慧很重要，怎么样在今生也能够有智慧存活？我就想到哈，我跟我的先生哈是伫美国信耶稣的，啊信耶稣了后咱2个人就爱读圣经，嘛爱参加小组聚会。有一天参加妇女团契，一个就水的新朋友来参加，气质足好的吼，穿甲足高贵的吼，我足欢喜的有新朋友来，对无？我就听伊自我介绍，伊讲我是为台湾来的，足欢喜的台湾的家乡的姐妹来，我信耶稣已经20年啊，我甲我的先生吼，拢是小学毕业啊，听到这咱拢 surprise 对无？我拄仔讲伊气质足好的，穿甲足高尚的吼，我搁较想要了解吼，伊讲我们信耶稣以后就爱读圣经，我逐工读，特别爱读一张这个
箴言哈，每天读一篇箴言，一个月拄好31篇，读一摆哈，一天一年都读10礼拜咧，伊读20天咧，我都想，迄阵我拄信耶稣吼，拄领洗，我都想，原来这小法比亚人气质遮尔好，就是读圣经这是伊的美国吼，我都甲伊学起来吼，真有效吼，内面足侪智慧呢吼。你看今仔日我的气质阁有 OK 无？真多谢，所以爱传互恁爱读圣经啦伊阁讲我先生小阿比啊就歹找头路，也毋过伊都祈祷，伊嘛读圣经，伊都有一个感动讲去参加普考，国家考试去考迄个普考，就拍拼读。竟然通过呢普考，普考太普通，搁较读，结果呢，搁有高考嘛通过搁有一个呢特考特考呢，伊搁拍拼读，结果呢，感谢上帝搁互伊智慧嘛通过呢，这阵这姊妹就安静谦卑的讲，我的先生现在在台湾政府里面担任高级官员，所以这个姊妹都是一个官夫人对无？难怪那么气质高尚，穿着高贵，我听了就感动。所以兄弟姊妹，的确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的智慧，不论是永生的智慧、今生的智慧，拢伫倒圣经内面所以这个竞争的时代搁较爱读圣经啦。好像很多人都妄谈娶不到老婆，嫁不到好丈夫，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的时阵，唔免惊上帝祝福拢伫家。上帝的心都是爱生养众多，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赐福我们，所以不要害怕我们从读圣经有得救的智慧，阿们。我感觉一支是啦，想要飞起来无？唔通飞即阵若是一支有力，一支无力会跋倒跋落来。咱即马来这个时间的关系，我要进入另外一只翅膀另外一支就是祈祷。足侪人感觉祈祷那拢无效啦，对无？都无爱祈祷所以今仔日咱来思想，安怎会祈祷有可能较有效果的，好无？咱来思想几方面第一个就是有效果的祈祷，你都爱为献给的祈祷开始。咱来读这段经文来。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是咱的上帝是圣洁的。圣经讲伊亲像火，亲像日头，会当杀菌的，对无？所以呢，咱若是来祈祷的时阵有罪。迄个时阵上帝无法度看到迄杂、肮脏、污秽的，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免惊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也定会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所以有效果的祈祷是为认罪开始认错悔改我就想到咱母亲节的时阵囡仔会打电话给你讲，妈咪 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快乐，对不？我会记我嘛有时阵就生气讲，有什么好快乐的？你是不是还跟那些朋友在一起？等你那个解决了再来跟我说快乐不快乐，对不？这些东西赶快，我们如果在最终打滚，上帝会担心，上帝会忧虑，上帝也会生气啦。你求什么
再等等吧，看看你后面怎么解决。所以有效的祷告从认罪的祷告，从圣洁的祷告开始。哈，若无亲像哦，打电话给天父啦，电话内面哦噪音很多，袂通，袂通。先把那个噪音解决。好，我们看第二个有效果的祈祷诶，是要有信心的祈祷。耶稣讲一段最重要的话，咱来读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恁敢相信这段经文？恁求的，咱讲拢得到啊？无，很诚实哦，对啊。我讲一个见证有一摆我去宜兰山顶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去教，圣经有宗教了拜六教了，就住伫遐一个长老开的民宿，长老就炒迄个葱姜蒜山猪肉，请我食讲见证互我听，伊就讲我上敬佩的就是咱教会一个老牧师，伊伫遮几落十冬很忠心又很廉洁。毋过伊有一个烦恼，心痛，就是伊有5个囡仔拢无要入来教堂啊。你看，伊敢有为伊的囝祈祷？一定有啊，对无？迄是长老教会呢，我毋知遐个长老敢会答。每一年都会来感恩关心请问你家的小孩还好吗？要不要来教会压力就大有一天歹代志发生我讲无讲清楚迄5个囡仔不进教会，而且是部落里面最调皮捣蛋，就有名的。有一天老牧师发生大事。伊中风倒伫遐，拢无囡仔来照顾。师母咧离家出走了，你看就比惨诶。伫这时阵要安怎咧？结果一个长老，伊就老目屎甲我讲伊就哀去这个老牧师，伊讲我一定爱带伊去接受祷告，去参加特会。求上帝来医治他，伊就去一个不同的聚会。兄弟姊妹，咱都爱替咱的牧师、长老、小组长要守望祷告呢。因嘛是人因兜嘛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也有财务的问题，也有亲子的问题，也有夫妻的问题呢。可是我们都只是说你要来帮助我，咱拢无记啊。袂记你因嘛是人嘛，需要咱的帮助甲祈祷。上尾感谢主咧，真正老牧师被医治，但是还要拿拐杖，自己照顾自己，煮轻食、洗衣服安尼。结果有一天伊就安息主怀听到这你个相信无？你毋敢当牧师咱2个人拢老目屎。毋过我甲恁讲故事也未结束，要听落去无？伊讲无想到老牧师过世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女牧师来了，结果5个孩子一个一个认罪悔改，都回到教会里面来呢。有一个有一天食酒醉为悬崖掉下去毫发无伤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感谢主而且呢。孩子都变成教会的执事和长老我后来有再去讲到时阵那个来接我的开车的，就是他的女儿，我都甲伊问他已经是长老，讲你妈妈后来安怎是安怎？伊讲伊后来破病，身体养好了就回来感谢主，兄弟姊妹，所以这段话咱都爱有信心。虽然老牧师无看到囡仔回来教会，也毋过将来伫耶稣过来的时阵，因全家一定会在主耶稣的台前团圆。阿们，赞美主。虽然老牧师伫咧活命的时阵无看到，
将来会再团圆。所以你若是就生气，你要放弃啊，唔通继续祈祷，继续祈祷。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上帝听见了，他正在做工。阿们。嘛是爱会记哩，要为牧师祷告，对不？为牧者领袖们祷告。第三个有效果的祈祷，就是爱顺服的祈祷。你看这张相片是啥物人啊？耶稣伫个克西马尼园，伊的祈祷是安怎讲的？咱来读，来，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咱的祈祷若是祈祷足久啊，哪会拢无实现啊？你都爱想看嘛，想清楚。你的祈祷，有没有合上帝的心意？主耶稣伊知呢，伊知伊来这个世界是为着要去十字架舍己呢。那希望着咱一定会挣扎很久，不愿意。但是他出来宣教3年半之后，甘心乐意，定义英文说 iron will 是钢铁一般的意志去耶路撒冷。他什么顺服？你看这祷告词那是第二句拿掉、推掉这个世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不会坐在这里或者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散会还要去菜市场去买羊要来宰世界完全不一样。可是因为主耶稣伊的顺服，我们都得自由，不再被罪捆绑。因为伊的顺服，伊得到荣耀嘛，带咱一起走在他的荣耀里面，得胜。阿们。所以有效的祷告要从顺服。你哪会知天父的心是安怎呢？都爱读圣经来检查我这个祷告有没有合天父的心意。要读圣经才明白，要读家书才知道我爸爸心里想的是什么，才会合他的心意。阿们。好，第四个有效果的祈祷爱很久我们常常是5分钟热度，有无？5分钟热度圣经讲祈祷都爱持久很久。我喜欢用3个英文字来形容上帝怎么回答我们的祷告。第一个就是 yes， 上帝他很大方的，是慈爱的，特别什么拢有有一个广告讲你介意这个玩具你想要买无好，爸爸买给你不过迄种爸爸中头彩中乐透才有钱买给他。那个广告是在做什么？乐透彩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万有都在他的手上，他上简单的就是讲好啦，好你好慈爱的神很愿意给。不过上帝常常讲的是 no， 为什么？因为他是慈爱的，他不要伤害他的孩子。他会不会买一台 Benz 给孩子开，给那个小学生开？不会，他知道那会害死他，还会害死别人，可能撞在一起。上帝都是慈爱的，上帝更会讲什么 ？Wait， 稍等一下，为什么？时机还不成熟时机还不成熟，下一个会更好。你们有没有失恋的经验我就感谢主，我捌失恋过呢。若无我就拄袂着这个住伫个高雄炼油厂长大的囡仔那会这么好今仔日我伫遮讲道，伊伫另外一个教堂讲道咱两个人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原来上帝有一个足水足完全的计划伫后壁，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训练一下。你现在老板对你就歹不过再练习你的耐力啦，继续跟他学他的专业啦以后你就会出头对不？迄就是我的先生呢。以前他的老板常常
气到打电话给我讲我要辞职。我讲好，只要我们祷告有平安，我们就辞职哈。伊都无平安哦，继续吃苦哈。上尾啊，感谢主哈，他都学会了最专业的技术哈。所以 yes no wait， 咱若是有对上帝有信心，不管是 yes no or wait， 我们都知道，迄是因为上帝对咱的疼痛，咱都小等一下。上尾讲一个就是禁食的祈祷，是有效果的祈祷哈。迄就表现咱的对上帝的信心甲专心啊。好，请恁看，这有一间厝，就是以前我阮兜伫美国 New Jersey 哈，就是拄仔我讲我先生要这个在这家公司叫美国贝尔实验室哈工作有一天伊转来讲。我们公司要派一个人回台湾，把手机的技术带回去。迄阵台湾无手机呢，这是世界级的公司。伊讲我们要不要去申请？我说太好了，安尼咱就会当转去台湾传福音，互爸爸妈妈咱伫美国信耶稣无机会，毋过竞争就严重拢是不朴素呢。迄阵我先生敢若是硕士尔。毋过咱就祈祷，结果呢，上帝就互我的先生中选了。毋过马上就有一个挑战，你要在30天之内就要飞到台湾开始工作。迄阵呢，咱已经有囡仔2个，阁有车，阁有厝，要安怎来处理？就麻烦了，就压力很大呢。30天呢，要卖不可能来得及，要租怕租给错误的人，对不要安怎？我就禁食祈祷，暗时就迷茫诶，看到一张专家专家我看着，我熟悉内面的人，这对年轻夫妻，是我儿童主日学的同工啦。因兜应该是一个3岁的女儿，那佫抱一个囡仔伫咧相片内面，佫有2个老人徛伫边，迄个典型的全家福我都等不及，天一亮就打电话互因讲，姊妹恁好无？伊讲我毋好啦，我是毋啥物代志？I'm pregnant， 我有生啊！我讲迄是喜事，那讲毋好咧，你毋知啦。我是阮兜是留学生就算起来，阮住的这厝1个月600块美金阁有限制敢若3个人若是超过都爱赶出去即马若生出来都4个人我要去倒位找？我无钱去找，所以迄个较大间阁有我爸爸妈妈讲要来替我做袂来即马我就艰苦，拢困袂去我已经发动妇女团体来替我祈祷。兄弟姊妹，你发现无？祈祷上帝会听无？我用敬食他用什么团队祷告呢？所以上帝都把我们送作对。安尼要祝福伊无？恁拢真好呀这个厝迄租金至少要他的3、5倍呢，要安怎呢？我就讲愿上帝帮助你，Goodbye。毋过我就跟我先生说，我甲你讲这个代志，伊听了咱2个人就祈祷，上帝就互咱想到，迄阵咱生囝有献互上帝，买车嘛献互上帝，买厝嘛有献互上帝，对无？所以这个厝是啥物人诶？上帝的。即马佫想到5饼2鱼，所以咧，第2天我先生嘛同意，我就打电话讲，姊妹，上帝的疼痛临到你们家，伊感动咱兜，讲邀请恁来住咱的厝。伊讲袂使，我知影你的厝，他们负担不起。我讲你有多少就负担多少。伊个就客气讲袂使。上尾就是迄张全家福相片，美梦成真因爸母就抱迄孙囝日来的时阵，
全家拢流目屎，讲伫这个世界敢真正有遮尔疼痛咱的上帝啊，来帮助咱，伫咱无路通行的时阵来帮助咱，互咱住遐尼好的厝吼。结果因爸爸妈妈嘛领洗信耶稣啊，啊，阁有足侪同学是毋是爱来甲伊祝贺对无吼？啊，你来是毋是拢爱听见证啊？哦，嘛是信耶稣啊！啊，多出来的房间，有的时候还接待他的同学住伫内面。啊，感谢主，这都是义德。咱若是按照圣经来做，神是信实的，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守住他的话的真实。结果因兜的困难解决了。啊，有人就问我讲，安尼恁损失很大呢？无，咱无损失，而且收获更大。第一个就是咱回来台湾了，我的公公婆婆，我先生的爸爸妈妈拢信耶稣啊！哦，感谢主哈！啊，他们后来在高雄灵粮堂领洗了，哈，也安息了啊！这喜欢的心愿哈达成了。啊，本来以为2年要回去哈，两天就要回去美国，结果咧伫台湾已经20多天啊！哈，上帝阁互我这个哈小小的仆人，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好服侍大家，一起敬拜神，还可以去到世界去侍奉神。这些财产都要累积在哪里啊？恩典在天上，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哈，所以鼓励大家，你有感觉你换一支这个是啦，有肌肉了无？吼，即马两个拢爱有力量，爱飞起来，好不好？哈，感谢主。那是大家对读经会继续的支持，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力量、信心向前行，好不好？我们读经会继续也在用每日研经释义免费赞助很多偏乡的教会，还有呢，这个是孤儿院，还有监狱都我亲自去教他们圣经由衷我们每一季送他们300本都是大家奉献那我们的办公室以前就是阿哥有老水那很严重，感谢神，去年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比较宽敞大1倍60坪还没有会堂大那但是我们有将近3000万的这个贷款我们感谢神，我相信神会感动大家为我们一起祷告，也为我们奉献。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祷告讯息，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你是一位信实慈爱听祷告的上帝。感谢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最需要的时候，你总是伸出手来，要带领我们你也用你的话语天天浇灌我们，求圣灵天天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进到你话语的光中，勇敢的向前行，而且坚定的等候结出的美好的果子，不放弃。也愿神听见我们的祷告，就在你最好的时候成就你最美好的计划。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万米的耶和华，阮感谢阿乐你，感谢你伫阮属农工商的赏赐甲丰富，也感谢你祝福凡那敬畏你、阿乐你、高举你的人。当阮用信心的奉献，求你来感纳，求你来圣化阮的一切所做。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咱有缘徛咧。咱同心咱领受对上帝遐个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受恩互你；愿耶和华欢喜面看你，守顺你平安。对这时到永永远远，阿门。